成個珠海最近拱北關口嘅樓，嗱，今日我幫你哋揾到啦，直線距離咧先200米嘅啫，呢度行路過去先2分鐘嘅時間啊！業主啱俾咗鎖匙我啊，跟住鏡頭一齊上現場睇睇。其實你住喺呢度咧，同你住喺澳門咧，真係冇太大嘅分別啊！因為點解咧？屋企樓下咧就係拱北口岸啦，斜斜地南邊咧仲可以睇到拱北口岸呢幾個字啊！嗱，對面咧就係以前拱北嘅舊萬街啦，所以咧你就知道有幾近啦，係嘛？今日我哋睇呢套咧係拱北啦，一個住宅70年嘅，產權面積咧係93個平方嘅3房單位啊，採光咧都係十分之 OK， 因為佢前面咧係冇咩太多遮擋啊，中高嘅樓層啦，一共咧係3房嘅設計啊，而且佢每間房空間特別大，好似呢度咧2米大床啊，呢個衣櫃業主咧係重新裝修過噶啦，執過晒，基本上你要求唔高嘅咧，直接啊係可以拎包入住噶啦，首期30零個咧就可以攞低啦。而且呢度咧樓下咧就係拱北關口啦。咁你諗下，其實你住呢度咧，同埋你住澳門咧，真係冇咩太大嘅分別嘅啫。而且呢邊咧係比較少電梯樓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有鎖匙嘅呢套樓可以用我實地睇樓。Thank you。